请咱过来吟圣诗485首，圣诗485首。请坐，这是咱闭门心内奉献。请坐，这是我来报告。报告大声，请咱来念这礼拜的金句。酒杯第2面，咱来念2遍金句。有妇人人带玉盘，内面底结贵气的香油就近伊，当伊坐倒的时，饼伫伊头壳顶。马太福音第7节搁一解，有妇人人带玉盘，内面底结贵气的香油。福音26章第7节。下周圣工分担，
领唱7月份新学生，序列是中和技术、苏琴、苏文美姊妹，献诗主席二，书献是罗文如甲郭金敦技术，交谈是郭金敦技术甲谢新兄弟甲轩儿姐妹，音控是蔡明祥兄弟技术甲周鸿邦兄弟。要来拜三的查经祈祷会，主日是黄团道，司会是张成长老，题目是为光做见证的约翰。后礼拜主日礼拜是主日是柯瑞正牧师，题目是耶稣受试探，圣经甲圣诗，咱请家己来看。过来，咱来看教会消息报告伫第5面。头一工，今仔日是抬杠节第2主日，请咱备办心来迎旨，准备迎旨耶稣的降生。第二是明年度的月历甲春联拢有准备好啊，伫楼骹。伫门口遐，请咱一号摕1份啦吼，请伫要摕时请签名来领取，安尼才咱会当统计差不多什么款的数量吼。第三，财务组要开会，伫小等下12礼拜3 11点，伫地下室调开财务会议，地下室1楼，要讨论牧师馆奉献的事工吼。请财务组的同工出席参加。过来，圣诞节筹备会开会是伫花期礼拜后12点半，伫1楼会议室来召开，请所有同工相关的同工出席参加。第5，130周年特刊的小组开会，伫同阮礼拜后1点半，伫1楼会议室。召开编辑会议，请相关的同工出席参加。下一季的圣工事奉表，请各团契准备好交予干事，12月15进前。后礼拜是圣经公会奉献主日，请咱备办心。第8，配合政府的秋冬防疫专案呢，请咱都为12月初1开始。政府规定出入教会场所需要戴喙罨，请兄姐来配合。除了司礼、讲道、圣歌队服侍以外，伫礼拜聚会期间，请咱全体兄姐拢专程来戴喙罨。第9，小的公告，12月27要召开临时会会。办理柯成凯牧师的聘牧监选，会员名单甲办理的事务已经公布伫公报栏，请咱家己来看。迄天是连续礼拜吼，无花期礼拜。第10是蒙主温调施德清兄弟，伫12月初2受主敬调吼，伫12月14。拜一上午10点半，伫宜宾1楼的至真二厅要举行告别式，愿主安慰为主。圣诞节搁掀过来吼，第6面圣诞节赞美礼拜伫12月20，就是礼拜日9点，圣乐队准备久久，要伫遮带咱来做赞美礼拜。过来就是庆祝舞会啦吼，乖，中昼的吼，庆祝会倒啦吼。那无拢是暗会，迄下晡时呢吼，5会啦，对，是的。迄个晡4点吼，4点，迄个晡4点。过来就是报佳音，12月24暗时8点，吼有愿意要开放家庭报佳音，也是愿意参加报佳音的兄弟吼，则伫柜台遐来填写吼。
12月27有要去兴隆照顾中心啦吼，庆祝圣诞的活动啦吼。其他身体欠满软弱的吼，请咱家己来看吼，继续来怜悯来医治啦吼。教怪消息咱马上家己来看吼。疫情咱拢已经报真久啊，咱拢知影啦吼。即摆来拢共阮有量体温，你若有感觉有小可发烧，你就暂厝用看咱直播就好啊吼，现场咱尽量拢大家拢安全平安吼，咱就会当即自由来出入吼。以上，今仔日有新来的朋友吼。咱今仔日中间有一对的夫妇是黄天培夫妇，请来第一届来无算第一届吼，但是第一届来咱中间聚会啦，有资料落来吼，伊是黄社爱雪的甲黄社爱雪姊妹甲黄祖贵兄弟的后生甲查某囝，请咱起立来，互咱熟悉。嘛，欢迎你来到教会甲阮聚会，期待后摆常常会看到你，歹势吼。OK， 以上。欢迎欢迎。好，咱来吟所念的诗635首，圣诗635首。愿主旨意得成伫地呢，咱吟2遍。吟诗煞请张文良点落祝祷。愿主旨意得成伫地，愿主旨意得成伫地，愿主旨意得成伫地，愿主旨。咱做阵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疼叹、圣性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三角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咱即来行平安礼，请咱来唱一摆，咱拢诚做一家人。